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即时，咱来吟唱，伫早起是礼拜中，咱所做伙要吟唱的圣诗。第一首是圣哉，圣哉，圣哉。咱听琴，咱请琴，互咱一个音就好。请预备来。现在，现在，现在，专念多主宰，咱着手挂在下，了上主生命。现在，现在，现在。将你天地高海，了上帝至尊至高主宰。这首歌咱拍算较熟，所以上尾咱会用阿门，因为上尾吟阿门只有3以上。或者是也是祈祷的时阵，伫咱的圣诗内底才有阿门的回应。愿上帝帮咱扶持，因为咱当声同声吟唱阿门的时候，其实是正在说：“我心于此回应。”好。这是咱来献开圣诗第354首，354首。伫咱今仔日的礼拜中，咱会有洗礼，嘛会有圣餐，所以咱若看我今仔日穿小礼服，就知影今仔日主持圣餐的毋是我，应该嘛是佩茨牧师第一遍伫咱中间主持圣餐加讲道，讲道是有过啊吼。所以这是咱来吟唱练习，伫洗礼的时阵，咱会吟唱的圣诗，圣诗第354首，头一音就好吼。来，咱预备来。咱既然大做出世，就消磨归业的记忆，叫天你大着受烟花，我靠家己微微的团。等一下，咱会伫这首圣诗的内底，透过这首圣诗邀请咱在座有人要领受洗礼。然后会来到台前，愿上帝帮咱扶持，咱会做伙见证人甲上帝入庙的过程，咱也透过祈祷来互相扶持。这是咱来献开圣诗第361首。咱伫圣餐的时阵会做伙吟唱这条歌。来，咱做伙来吼，来。有声诗，感动万江碧，红烛苗，今日高会，伊那有能撒浪主祭。愿可惜你当主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梦里撒不计宝贝。圣餐其实是对圣餐到日常生活，所以这条歌其实嘛咧邀请咱大家爱的激进。
炮柜甲驻清军的目的，其实是对圣餐道行到咱的生活，这个世界。所以愿上帝帮咱扶持，咱搁吟唱一遍就好。这首歌咱无遐尼熟哈。求一杯灵心，感动愿谦卑，奉主名，亲近教会，伊若有能杀人主情。愿卡心里当主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望你撒苦情宝贝。请安静咱的心。上主有慈悲，有仁爱，袂快生气，有丰盛的慈爱。这是三甲来吟诗，圣诗第二首，圣诗第二首，圣哉，圣哉，圣哉！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咱犹原徛地，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四道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任来受苦，顶世界死埋葬落门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这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兵，伊要对啊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全国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对赦免，结果永远的活命。请坐。这是来启应，启应文第10篇，启应文第10篇，详细是诗篇第27篇。启应文第10篇，我来启，请会众来应。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虽然大军扎营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朝见你。求你毋通生气，赶你的奴仆。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爸母若气杀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予因。我深信一项事，要信靠上主。要信靠上主，咱三同额头来祈祷。万决定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保守阮伫即个礼拜拢得到平安，阮献上感谢。当伫这受分别的日子，阮阁一届来到你的圣殿，同齐敬拜阿罗你，求你按耳孔听阮的感恩甲祈求的声。伫前几天，花莲国凤乡发生的大水灾，求主保守，过来救灾一切会当顺时。有好的天气，互救灾工作较好来进行，互这救助人员甲义工拢会当得到平安。当伫阮兄弟中后人心灵忧伤、身体苦痛痛的，求主安慰、扶持、保守。今日阮教会要举行圣礼典，有圣餐食甲洗礼。有6个兄弟要来加入同教会的大家庭，求主祝福保护因。伫下礼拜，阮也要召开临时好会，来选出下主心意的长执来侍奉你，求主保守。伫10月7后，马街来台来桃园宣告14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阁有侪音乐福音活动，求主保守一切顺利。
这是求主赐福何牧师有对你来的恩惠甲能力，互所宣讲的信息拍动阮每一人的心，也互讲甲听的当得到利益。我来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这时三甲来看圣经，圣经记载伫罗马人书第11章，罗马人书第11章第1节到第10节，第1节到第10节。我来读，安尼我要问上帝，敢有放杀伊的子民？绝对无，我本身嘛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之族。上帝捌放杀伊早就竞选的子民，恁兼毋知圣经有记载，以利亚对上帝控告以色列人，讲：主啊，因杀死你的先知，拆毁你的祭坛，只有剩我一人。因嘛得孝想我的性命，毋过上帝安尼应答，伊讲：我为着家己留7000个毋捌跪拜巴力的人。现今即个事的情形嘛是安尼，上帝有留用恩典竞选的少数人。既然是上帝恩典，就毋是根据人的行为，是根据人的行为，恩典就。是恩典。那呢，以色列人无得到，因得罪对错的，只有上帝所竞选的少数人有得到。其他人心硬毋听，要圣经所记载，上帝互因的心灵麻痹，目睭看袂见，耳孔听袂到，直到今仔日，代表讲。就互因的宴食诚做含轻，落梦互因跋倒，做因的报应。就互因的目睭花袂看见，因为因的脚趾偏永远，互因的脚趾偏永远翘久。赞美，这是请圣歌队来赞美，圣神请来。
敬托请吴牧师来正道，今仔日题目是上帝竞选的恩典，上帝竞选的恩典。主来所敬听，希望大家平安。安尼听到我的声吼，我今日要讲到上烦恼两项代志。第一项听讲我一个有麦克吼，声音就足细，听袂到吼。安尼敢听有会当好。第二项对烦恼的吼，咱今日看到圣经咋有一个词真趣味，少数人台语变怎读？少数人好。啊，所以吼，我后来有决定讲，我会当直接讲少数的人，有可能较无问题吼。我毋知大家头拄仔敢有专心注意来听圣歌里所吟唱的信息，迄题目是啥？信心请来。因为我平常拢有认真在练圣歌队，要毋过因为今日要讲道，告主日圣餐，所以有决定无要献诗吼。要毋过嘛透过圣歌队吟唱的诗歌，我嘛在想一项代志吼。有人好好练习准备吟唱诗歌，声音水吼，感动袂？有。要毋过因在吟唱的诗歌，敢会诚做咱的祈祷，也是咱着来教会哦，来听一下，哇，有人唱歌真好听。来至圣的心，请你临到阮的内面，充满阮会当有上主的香味，稳定互阮清气。这是毋是嘛会当诚做咱的祈祷？然后，互信心引带，行伫上帝心意内底，咱做伙行头前，只是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赏赐大恩典，呼召引带阮众人会当诚做你的家己，伫今早起会当三个主持做伙来敬拜，合适来领受你的归意，恳求信心做工，开阮的心、阮的耳孔、阮的目睭，真实来领受你的归意，照你的旨意来行，伫你的面前，现就恳求祈祷，靠主圣名求，阿门。咱今日搁一摆倒转来到罗马书的世界，我毋知大家手头敢有圣经有无？较少人有手机啊。咱若是认真来听罗马书的信息，会发现吼，头前后壁一直需要对咧看，所以检查你有吼。若是手机仔的，只会当看罗马书哦，然后圣经会当直接显吼。罗马书第10章在讲起什么代志？保罗在讲，迄时的以色列百姓在拒绝福音。咱刚才较少在想一寡圣经的问题吼，啊，因拒绝圣经、拒绝福音了后，会发生什么代志？敢有人想过？这个上帝百姓拒绝福音，会发生什么代志？会带来什么款的结果？既然以色列百姓拒绝上帝，若是一般人有可能想讲，安尼上帝嘛会甲因拒绝，敢有可能？有可能无？照咱人想象的，有可能嘛？你甲我拒绝，安尼我为虾米爱接受你？吼！要毋过，接续11章节开始，保罗来问一个问题，咱做伙来读第一章，请安尼。我被问上帝敢有放杀伊的子民，绝对无。好，这个问题吼，来请下一页。这有一个词叫做诘问抨击法，我毋知大家敢有听过这？我在甲恁考试哦，敢有听过？敢若有，敢若无？偷偷甲恁讲，其实吴牧师讲道讲过几若遍。也毋过，这吼嘛无看字听无，吼，我有看过甲伊共款的资料，所以知影伊在讲啥。就是透过来问一个问题，你好好来想一下，吼。然后，因为保罗的问题直接讲，我要问上帝敢有放杀伊的子民，随时用否定的答案来回答。伊讲绝对无嘛，所以意思是啥？上帝并无放杀伊百姓。好，照安尼，咱来回想一下吼。咱所信靠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诗篇94篇14节，咱做伙来读请。
上主一定袂放杀伊的子民，嘛袂放杀伊的产业以色列。伫遮就有写嘛，诗篇诗人安尼告白，对无？74译本是诗篇93篇14节讲，因为上主袂放杀伊的百姓。这文字足趣味吼，先问者，上帝敢会放杀？讲绝对无。要毋过，圣经内底早就甲咱提醒讲，上帝一定袂放杀伊的子民。保罗用即款问这个问题，迄答案是毋对的。爱用好好来想一下，上帝本身是啥？咱敢有会记起？然后保罗才煞着用两个证据来证明上帝无放杀伊的百姓。第一项就是伊家己本身啊。来，咱做伙来读第一节后的半段，请。我本身嘛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属便雅悯之族。上帝有放杀无？无完全放杀，毋是所有人。为虾米？我头拄问大家，敢有圣经？后来看第9章第40到第50节，应一个。因为保罗迄时有讲起以色列百姓。伊就是啊，伊是以色列人。然后第9章第70到第80节讲起啥？亚伯拉罕照应允的后代是甚物人？伊嘛是呢。除了遮的，伊嘛加做军队基督徒的，敢毋是？所以9章27节有讲起一项代志，讲只有所存的少数会得到救。伊嘛是基督徒的一份子啦。照安尼推论，马丁路德安尼讲：假使上帝有气杀伊的百姓，那安尼伊嘛真有可能会气杀使徒保罗。为虾米？因为伊尽全力反抗上帝，敢毋是？然后要显现上帝无气杀伊的百姓，上帝连迄完全无愿望，也会失落咧，伊嘛才难。透过安尼来证明上帝竟算是遮尔坚定。上帝甲保罗的关系来证实这项代志，伊无气杀保罗，所以搁较袂气杀别个人，因为遐个人离开上帝，无亲像保罗离开上帝遐远。第一项，搁用头拄讲起的迄个诘问抨击法，引用以利亚的故事，搁甲咱讲这项代志，咱做来读第2节的头前，请。上帝毋捌放杀伊早就拣选的子民。迄个文是安尼写吼，讲上帝无气杀伊的百姓，就是伊大成捌的。上帝过去就捌即群属伊的百姓，这有意思是，这大成捌的即群即个词，甲8章29节讲起迄个大成捌的词是共款的。咱中文看无啥相像吼，若是希腊文共一个字，迄个意思咱就爱放做伙看。所以，接续我爱讲一句绕口令，互咱好好听一下。既然这位上帝以8章29节大成捌遮个信徒的方法，已经大成捌以色列，所以伊一定会用温台基督信徒这种方法来温台以色列。安尼敢听有？既然上帝拢大成捌一群人，伊有甚物款的稳定？过去已经实现，安尼继续会安尼，因为上帝大成捌因啊。也毋过咱想一下，上帝百姓常常是怎样回应上帝的呼召、上帝回应的命令？百姓拢选择离开上帝远远，敢毋是？伫亚哈王的时代、以利亚先知的时代，因遮个百姓选择去敬拜巴力，毋是来敬拜上帝。
伊掠仔就因为亚哈王的王后想要将伊杀互死，伊就惊甲紧走，然后控告上帝百姓，讲啥？咱今日看到第3章的圣经章，咱做来读册。主啊，因杀死你的先知，拆毁你的祭坛，只有存我一人，因嘛得孝伤我的性命。伊掠在控告这百姓呢？你看我为着你在服侍，要毋过因在做啥？只有剩我一人。上帝怎样回应？第4章，咱搁做伙来读册。我有为着家己留7千个毋捌甲巴力的人，希腊文是安尼写吼。我为着家己留7千个查甫人，即群人袂捌向巴力跪拜。希腊文中间有特别写即群人。写即群人用安尼来强调上帝无去杀伊的百姓，因为上帝确实有留一寡人，留一寡少数的人。第5章，咱搁做伙来读一条来请。现今即个事的情形嘛是安尼，上帝有留用恩典拣选的少数人。现今即个时。现今这个时是什么时？这个时搁甲3章26节现今的时同款的，就是上帝福音开始显明了后迄时。所以自上帝福音显明了后，同款是安尼。过去上帝捌留一寡人，现今捌留一寡人呢。咱若是认真来看吼，有一个词，我毋知大家敢看有即个标题头前2字，华语是渔民。我昨刚在青年做伙灵修的时讲，毋是迄讨鱼的、掠鱼的人，渔民。吼，即个渔民，伫咱现代台语中间翻译做少数的人、少数人。即个词其实有旧约的背景。就是当上帝百姓一摆搁一摆犯罪离开上帝，然后上帝常常甲因警告，透过先知甲因提醒，恁爱离开这个罪恶，爱倒转来我遮。也毋过上帝百姓犹原无悔改，然后上帝就将因分散到列国的中间，因着受掠去，然后只有遐个少数的人会当倒转来。所以，遮个少数倒转的人，就是这所谓的渔民。直接讲起遐个少数的人。然后，其实希腊文来看，这是一个词，新约就有遮出现。所以有加头前咱讲起9章27节讲遐所存的少数，迄希腊文字句是相像的。咱来想一下，就是接受耶稣是基督。这个犹太人就是现今才剩少数的人，上帝有留一寡百姓，是为着伊家己留的。甲你问有讲一样代志，讲保罗将这个例应用伫伊家己的时代内底，真清楚伫清因是靠上帝的恩典所留落来所剩的遐个人，所以上帝拣选永远无改变。假使所有一切百姓拢对落去敬拜遐个偶像，也毋过伊犹原为家己留一寡人。第6章，咱搁做伙来读，请。既然是上帝的恩典，就毋是根据人的行为；若根据人的行为，恩典就毋是恩典，就毋是根据人的行为。希腊文检才会当翻译做，毋是出对行为，现写是无过出对行为。咱来想一下，前一章第4章讲向巴力跪拜，这是一个行为对无？咱做一项代志。要毋过上帝拣选囝是因为即群搁有一群人无拜偶像，所以上帝拣选伊。是为因做一项代志，敢是？敢听有？上帝有拣选因，竟是因为因
哇，拢无去跪拜遮个偶像。一方面是，一方面阁毋是。为虾米？毋是因的行为决定因敢会受拣选，这是要紧的代志。咱本地就无应该去敬拜偶像，对无？这最要紧的哦。咱本地就袂当去拜偶像，咱嘛知嘛，10条诫嘛讲嘛吼。也毋过是出对上帝恩典，犹原留一群人，一群少数的人，因是毋捌跪拜上帝。所以，因得到拣选。重点就在伫上帝恩典的拣选，毋是因的行为。Karl Barth 有指出，这个拣选的恩典，甲人拢有真亲的关系。也毋过，这个受拣选恩典，毋是我想要得到这款恩典，所以我就占伫遐，我就得到啊。上帝拣选恩典，就是出对伊的恩典。毋是我要爱，我就有啊！哎，听有吼，听清楚哦，最要紧的哦。然后就是透过恩典，就是上帝恩典，才会伫因的生命中间体现出来。因为上帝恩典，所以留一寡人无去拜偶像，上帝留因，佫会当倒转去，重新起造圣殿啊！咱搁做伙来读第7节的圣经节，请那安尼，以色列人无得到因地对切的，只有上帝所拣选少数人有得到，其他的人心硬毋听。搁要来问问题啊！啊，这以色列人在追求啥？咱讲会记是无？因追求啥？因在追求的就是遐个想要靠遵行摩西律法，所有的规定了后，然后会当被称义这项代志。以色列百姓愿望会当互上帝称作义，这确实无问题。伫罗马书头前诚侪讨论，咱已经听过啊吼。有2条路啊，一条路就是来行所有摩西所传的律法，对吧？每一条拢遵守，安尼嘛会当。要么敢有可能？敢有可能？无啦，咱今日穿的衫完全就犯着律法，敢毋是？因为摩西律法规定吼，咱穿的衫袂当混纺，只会当有一种材料，敢有？完全无可能。若是想要靠行律法来得到称义，无效。啊，另外一条路，来信靠耶稣基督啊，敢毋是？好，所以当以色列人一直要追求，想尽办法，就拍拼，就认真，就用心的，也毋过无法度。然后只有上帝所拣选的少数人会当得到，就是有一群会当得到尔。其他人心硬毋听。好学本用一个词真趣味吼，迄个词叫做“顽梗不化”。这个台语我袂晓讲。然后伫原文中间，这个“顽梗不化”有一个解说。真有意思，我的台语嘛无够好，到会当解说了足清楚，我来试看觅吼。就是咸菜吼，有一种尖尖的物件，一直甲你拄到后来已经无反应，毋是因为伤侪刺激无反应，是一直安尼刺激了，有可能生一个真厚的皮，然后迄皮伫遐，所以你无法度有反应啦。麻痹，对，好，所以除了遐受到拣选的少数的人以外，其他的人心意甲，佮互伊甚物款刺激，伊拢无反应啦，无感觉啦。伫圣经中间有可能嘛是希腊文直接翻译吼，因为是希腊文直接翻译，所以中文无顺吼，讲互大家听。
就是被变做牛公，或者是被变做新年。这台语无顺，因为伊毋是直接用台语会当了解吼。意思是啥？甲咱提示讲，互因会变甲牛公或者成足近的迄位是上帝。上帝互人有选择的机会，稳定摆伫遮。啊，你要选靠家己行为，想要敢会当得到被称义，也是来信靠耶稣基督呢？好，第8章咱搁做来读请，照圣经所记载，上帝互因的心灵麻痹，目睭看袂见，耳孔听袂着，直到今仔日，心灵麻痹搁出现了吼。这个麻痹原本就是昏迷啊，迄渐渐物件安尼插入来，无反应，麻痹。然后希腊文直接写讲吼，上帝互因昏的灵，昏去的灵，袂当看见的目睭，袂当听见的耳孔，直到今仔日。较有意思的是，保罗因为伊吼有学问嘛吼，所以伊讲的话吼，拢引用旧约圣经呢。伊即句话就引用74本申命记29章的圣经，就讲，而且上主无互恁的身体明白，目睭去看见，耳孔去听见，直到今日。然后，佫用74本以赛亚书的29章第10头前讲，因为上主互你灵迄个昏迷的灵，所以一句话伊就用申命记的记载，甲因提起，佫用以赛亚书的经文甲因讲啥？哇！保罗迄个时代确实有一群大部分的人，因无愿意接受耶稣是基督。有一群人一直在仰望弥赛亚过来，也毋过因却无愿意接受耶稣就是基督。因安尼牛讲人生的境况，就亲像申命记有讲起，遐会袂当体会上帝伫因出埃及过程中间所行所有生涯奇事的百姓，嘛甲迄群伫以赛亚先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百姓共款。咱阁做伙来读一遍第8章，请。照圣经所记载，上帝互因的心灵麻痹，目睭看袂见，耳孔听袂着，直到今仔日。其实，若是较简单来讲，就是有一群人因捌看见、亲身经验上帝行的生涯奇事，然后嘛有一群人捌亲耳孔听见上帝透过先知传达的信息。总是因要故是心灵麻痹，无要看，无要听。第9章，大笔安怎讲？请咱做来读。大笔讲，着互因的言实，诚做限期罗网，互因滑倒，做因的报应。真有意思的是，伫遮检采将大笔看作是先知，然后透过过去。大笔指伊的对敌所讲的话，诗篇68篇的圣经章来描写上帝互遮的百姓心惊牛戆，无要听，无要看，互因的恩赐。咱什么时阵会做伙食饭？至少是欢喜嘛吼啊！甲因到底足欢喜的吼。恩赐，这毋是只有普通的，是大家三个组织来享受快乐的场合。也毋过，原底是大家做伙欢喜，结果会诚做啥？限起罗网，因讲要跋倒呢。透过安尼，诚做因的报应。犹太人在追求的是啥？迄条路未通。
因无对心内底相信上帝有拣选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完成伊拯救的计划啊！因无要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是弥赛亚呢，然后得到啥？报应。第10节，咱讲说回来读册，着互因的目睭花袂看见，互因的脚车边永远翘久。吼，当我要准备今日讲道的时阵，讲哇厉害啊！今日圣经最后一节是即句，真特别。目睭花袂看见，脚车边永远翘久。即句话，照每一个字直接引用74译本诗篇68篇的24节，和合本是69篇的23节吼。然后和合本是安尼写讲。原理时常因的腰弯腰，咱若是安尼，会发生什么代志？有圣经学者来安尼来形容吼，就是因的目睭只会当看到涂骹，甲只会当看到家己。互伊永远翘久，就是讲无机会看见头前甲天顶啊！上帝互因家己选。至到因有可能目睭青迷耳孔听袂到，因无法度分别上帝心意是啥。上帝早有讲啊，有先言奇事，先知有传达，也毋过因就是无要看，无要听。原地因欢喜快乐的所在，却诚做罗网，互家己跋倒。上帝无主动讲啊，你爱承受这个报应。也毋过上帝互因选，结果真侪人选择的是无救的迄条路。咱今日早起时会做伙领受圣餐，伫圣礼殿圣餐礼进前，咱有新人洗礼甲献圣礼吼，真欢喜的。也毋过每一遍圣餐的事，是咱重新来回想咱甲上帝关系的时阵，敢毋是？上帝拣选敢有停止？有人伫遮无？上帝敢有气煞伊的百姓？无。也毋过，上帝嘛容阮人由愿家己你要选好，你先继续念心灵麻痹，你看袂到、听袂到。咱人无任何会当夸口的，毋是因为我有真好的行为，所以上帝拣选我，毋是。也毋过有遐剩的少数的人，是出对上帝拣选的问题。上帝无气煞，毋是行为啦，爱会个字。咱是毋是会当转向上帝？莫等到咱心灵已经麻痹啊，继续刺激，拢无反应啦，无感受啊。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会当信靠主是完全的稳定吼，是上帝有拣选的稳定。咱是毋是会当用感恩的心，谦卑来跟对主？莫笑想讲我要靠家己，无啦，迄条路无效，无机会。只有我靠上帝稳定，好好徛在。但愿咱会当诚做上帝。出对稳定拣选遐啊少数的人，毋是诚做迄心灵麻痹、离开上帝远远的人，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你有完全拣选的稳定，互阮会当得到救。主帮助阮会当重新来回想，互阮会当来反省，阮即马生命信仰的境况。阮是已经自然将亲像要诚做遐个心灵麻痹，目睭看袂见、耳孔听袂见的人，也是阮永远坚定徛在起条主，求信心帮咱引带，互阮在准备领受圣餐，当阮欢喜要庆祝教会140周年时，
会当定心立志来到你的面前。恩现就恳求祈祷，靠主圣名求，阿门。这时，咱要来进行洗礼式，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吟唱圣诗第354首。圣诗第354首，咱拢知，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因为安尼，今仔日上帝也拣选人。来到伊的台前，用话语甲伊做伙立约，所以咱今仔日会当遮做伙来见证这个洗礼。等一下，咱会徛起来吟圣诗第354首的第1节到第2节。吟第2节的时阵，我要邀请罗丽丽凤姊妹来到台前。这时，请咱起立，咱做伙来吟唱圣诗第354首。可以下去。人人既然大罪出世，就像魔鬼逆天之意。交替你断，着受鲜花，我靠家己微微的团，先被上帝极大恩惠，拣选人做伊家己，先行体咱担当罪过。相信观念，感恩感化。会众请坐。就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我也安尼要对你讲，要亲信。若真实反悔告别你的信仰，搁伫伊的名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所以，刷落来，你要受洗礼。就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来告别你的信仰，所以等一下，我要请丽凤姐来应答我伫遮所要问的。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
愿意祝福伊，求你用信心降落伫伊稳定相属伊，互伊必然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内面。拄着试探的时，主求你保护伊，互伊精进信仰好的精进。愿你开力扶持伊的软弱，保守伊安稳伫你的听，搁互伊一世人服侍你。主上帝，我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与这个圣礼礼了后，会当更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离开你的道路至高，阮亏欠领受洗礼恩惠。求你互阮完全反悔，带阮倒转来回应你。对答以后，会做你尽忠的奴仆。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会众请坐。接来，我要请小会员来接啦，来接啦。这时我嘛要将先接啦，先接嘛。Oh
面前是细汉已经受洗礼。今仔日咧行跟信礼来告别因的信仰，通受接纳分主的圣餐。所以所听的陈云安、曹梦轩、赖和谦、赖和仪、吴祥俊。恁伫细汉的时阵已经受洗礼，结连伫主耶稣基督做伊教会的友上伊，上帝的恩典甲互你已经长大成人，所以我要扶助你伫上帝甲正人面前承认过去恁的父母把徛伫台前，替恁个别的信仰。来归属伊，献家己互伊，也定心誓约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讲，所以既然人伫人面前伫我的，我也伫我天然的爸面前要伫伊。所以即时，请恁来告别恁的信仰。所以等一下，我伫遮所问的，要请恁用镜头或是大声来应有，或是是马，才会有来应答恁的信仰。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赦免，也无？恁着倚靠上帝的恩典，直达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双者，所以这是我要邀请咱起立。恁细汉已经受洗，只是恁家己本身来告别恁的信仰，我靠教会后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教会长小会官名，接来恁做会参会员，有分伫主的道，甲神的约的恩典，这是咱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你有起造你的教会伫地上，阁有应允要保守伊到末尾，我感谢你。特别对这的细囝所施的恩典，我感谢你一路引带，互云安、孟轩、何谦、何怡、甲祥俊已经大汉，呾徛伫正人甲上帝面前，因告别。因要属伫你，主，阮感谢你，会当互教会对这个接纳因就近上帝来得到欢喜。阮感谢你，因为对因的受洗，你互因有分伫基督的体。阮感谢你，因为因有得到信仰的培养，以及伫生活顶头得到好的帮助。愿恳求你赦免因拢总的罪，只是因要奉献家己予你，求你用你恩典接纳伊。因就近你的圣餐要接纳主耶稣的身躯甲血时，求你予因得到你的听有分伫你的恩典，求你用你对顶面来的气力保守因，予因永远属你，日日。伫圣神的引带来进步，到伫你永远的国的内面。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会众请坐，这时我要邀请小会员来行接纳礼，所以请。
伫因咧接受接纳的过程，我相信嘛要请佩慈牧师来致送这个礼物给他们每个人哈。好像还有一个特别的赠礼啦哈。哎，来，先赠礼，来，请披挂哈。哎。请披挂哈，来，因这群青年是咱教会最兄弟姊妹看伫眼前，所以因特别挂这条，听讲这条带因爱挂一天啦吼，至少爱挂一天啦吼。这阿嬷吼疼孙啊，所以就一个吼，一个，好啦吼，咱搁一遍拍扑啊，来欢迎因加入咱的教会内底。愿上帝祝福真正临在伫阮中间，所以只是来翕一个相啦吼，来拍个照吼。从右边走过去了哈，云安是纯洁老师的孩子啊哈愿上帝帮咱夫妻啊。爸爸妈妈都在这里了哈，然后，来你介绍，接下来你介绍，好，然后孟轩，妈妈也在这里了，好，孟轩妈妈也在那边哈，何谦跟何以的爸妈也在场了哈，所以请伊弄起来哈。然后祥俊的爸爸也在，亲友团哈，亲友团都在那边了哈，亲友团都在那边了哈。我不要再多介绍了哈，咱边个给介绍，请咱用祈祷与他们同行，希望他们一辈子都在上主的光照当中。好，各一遍拍扑啊来欢迎因，感谢咱简单。所以今天都要一直披着就对了哈，今天都要一直披着吗？好，我头拄对后边影看无，上好转大展门徒，大展门徒哈，头前写今天我受洗有料，好，真的好，所以今日看到因会咱恭喜一下好。这是请咱献开信息361首，咱准备要来领受圣餐。OK， 哈。这是请咱做献开信息361首，咱做伙来行第1节到第2节。有信心感动关强的红主要经济高会给那古等沙浪出去观看心
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第一教会的陪参者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咱来听主耶稣对归恩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恁囡仔着无大个着就讲我要互恁安息。主耶稣讲，我就是我命饼，就讲我的人，我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讲我的人，我断无欺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咱三个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面有提饼做啥。来甲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恁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面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抬心来感谢上帝，请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这事，阮强逼求你找信心来信别阮，也信别才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你稳定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当成长伫你稳定内底。通因光你的性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伫咱爱未摕着饼，或者是摕着饼了后，邀请咱会当先做第一项的祈祷，会当用认罪悔改来到主的面前。咱顶一遍认罪悔改是偌久之前啊？今日是一个机会，回想一下，但是过去我有得罪上帝、得罪人的，求主赦免，请咱会当安静心祈祷。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大家来领受。主要所讲，这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日的事，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邀请咱会当做第二个祈祷，感恩的祈祷，好好来回想一个上帝恩典是甚物款成就伫家己的心中。我有感谢主无？这是一个机会，邀请咱会当安静心来祈祷。我先拿。这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设立的。今仔日的事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大家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大家伫地，请咱大家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愿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伫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是真正圣洁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重视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的后代。阮的主上帝，愿强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会通用光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门。这是小人歌做伙经信诗361首的第3节。从大日生我甲恁遮，拢变做地底朝夕，因帮咱关心甲分享，因主宰真是好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中西菩萨心开心。这时来奉献，请苏依玲、郭明伟这事来施献。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主耶稣，阮感谢你的恩典，因着你的赏赐，阮会当徛在你的面前。求主帮助阮所献的有利益伫教会事工，引带阮所行做的会当合伫圣经的真理。阮安尼祈祷是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求。报告的大圣，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咱来读2遍。现今这个时的情形嘛是安尼，上帝有留用恩典竞选的少数人。罗马书10章第5节，请。现今这个时情形嘛是安尼，上帝有留用恩典竞选的少数人。罗马书10章第5节。现今这个时的情形嘛是安尼，上帝有留用恩典竞选的少数人。罗马书10章第5节。咱先开周报的第2页，有
汀州聚会情形甲后礼拜侍奉的情形，请咱家己来看。后团契聚会出席的情形，教育部的主要上课的时间，请咱家己来看。第二页有小组的聚会甲奉献的报告，假使若有重大的，请咱往办公室也是咱的中级来更正。第三页消息报告，本主日举行圣礼典，第一场洗礼式甲圣餐节，第二场有洗礼，请咱准备心来领受。洗礼的人员，请咱家己来看。第二点，财务部会伫12点半伫701色调开，请部员出席。第三点，教育部会伫1点伫701色调开，请部员出席。后主日10月初5，咱要举行临时会，2场礼拜合并伫9点半开始，请咱会记住9点半，后礼拜是9点半开始，请兄弟为着候选人代祷，同心选出合上帝旨意的人。第二点，10月份的特州的中级长老热建成接受苏怡玲达米蒂。第三点，双联团契伫临时会了，伫4楼礼拜堂来练唱吼，伫4楼礼拜堂，改伫4楼礼拜堂来练唱。10月12日，双联主日伫早起是8点伫4楼集合练唱，请准备心来参与。教会消息，妇女团契伫下昼1点伫9楼教室合班教室举行亲子课程。第2点，10月份的祈祷会为新任中级祈祷，是10月初4礼拜6暗时7点伫6楼举行。第3点，新安宫的读经本已经到，请咱到6楼来摕。第4点，113年度第2学期的奖学金升升，甲后礼拜截止。第5点，马街内桃园设到140周年的音乐纪念会，伫10月初拜3暗时7点半到9点半，请咱赶紧来参与吼，来摕票吼。第6点，福音的声音乐会伫10月19下晡1点伫教会4楼礼拜堂，请咱家己来踊跃来参与。其他消息，请咱家己来。桃园互助社理监事会伫10月初5中昼12点伫702色调开，请理监事参与。代祷的事项，咱有为着花莲公务乡灾害奉献甲代祷，请咱家己来看。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代祷。咱是9点半来进行礼拜，所以请咱会记住，后礼拜是咱的临时会员贺会，请咱为着咱的教会祈祷。上时我也要邀请咱特别为着花莲这边拄到的这个灾害来祈祷，愿上帝帮助扶持，互台湾的恢复，毋是伫政治人物的互相攻击，是伫上帝听内底来得到保全。这是我来介绍今仔日的人客。头2位是李建民、黄秀英姐妹跟李建民弟兄哈，伫后壁，在最后面哈。那他们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第一遍伫咱中间，愿上帝帮助扶持，希望你们今天可以享受这一场礼拜，请坐，请坐哈，请坐。那第2位是林琴玉姐妹。所以伫咱中间哈，林琴玉姐妹，就在后面哈，就在后面。欢迎哈，已经受洗捌伫中立教会，不过即摆目前是住伫民富11街哈，民富11街伫这个大有哈，大有这边哈。好上尾我来介绍王荣庆弟兄甲信英姐妹哈，邱信英姐妹哈，
我昨昏跟丽凤姐咧讨论的是，小公年纪这么大了哈，那今天还愿意来到我们当中，真是上帝的恩典啦哈啊！所以那我们待会可以互相的分享跟沟通互动哈。刚刚王荣庆弟兄哈，过去在基甸会当中也跟我们教会许多的长老有相似，那小目啦哈，熟悉真久哈啊，想习的拿撒勒人会聚会也很久，那愿上帝保守在你们的身上。好，上营圣诗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归圣父上帝，请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欧牧师祝祷。再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要所祈祷稳定，提被上帝疼痛，信心感动，引带干来三个地地，对即时提到永世代保证，阿门。请坐，祝歌。健甲面倒。
平安礼，耶稣听你，愿你平安。